再来看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顶罪，5月中立假服刑。毋过有当封棺材的人别讲，陈志忠封棺有特权，伊家己一个人住一间，一天得当出去溜溜的2届，阁有电视通看。毋过高雄第2家是强调讲，陈志忠并无特权。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顶罪，被判刑1冬。5月11日入去坐监，到大才拄满2个月，就互人亚空讲伊坐监嘛有特权，伊拄入监都会当家己一个人住一间，若亚空者是9个人住一间，而且陈志忠一天会当有2届的自由时间，入监无偌久就会当看电视，甚至上近7月就会当申请去外一家。亚空者批评陈志忠坐监袂输来度假。评估。它不适合放在那个大房间哈，我们把它放在小房。啊，放在小房的时候，当时是没有适合的人选跟他同住。好，那在6月初的时候，配业到工厂以后，哦，就跟另外2个室友同住。若家角这边强调相关的代务拢有照规定行，考虑到陈志忠的身份，若拄到政治立场无同的收容人，惊因的黑白化休起无空，影响介护安全，才会调工价自由时间跳开。另外，家角对要被满第3级的受刑人，敢若限制因买收音机，摕伫手里的电视会当买无问题。若陈志忠虽然符合外籍间的申请资格，不过伊敢若领表尔，并无申请。没有依照累积处理来做的话，现在监狱刑法新法下有外部视察小组开放受刑人反映这个监所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状况，它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的机制。司改会嘛讲坦白，各单位的外部视察小组拢是家角家己熟悉专家组成的，因会继续监督相关报告的品质，要求徛名。司改会表示，家角的管理虽然爱有存求的空间，不过安怎裁定应该爱有规范。若阵存求的空间伤大，毋但会有特权的问题，无可能互家角摕来甲受刑人黑白卡空，应该爱有明确的规定，互外界会当检视，受刑人嘛会当申诉。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